Hello，歡迎翻到嚟 Man 空弟嘅 YouTube Channel。今集想分享兩張最近做嘅 Before Travel 上網卡測速報告啊，包括歐洲 5G 卡同埋台灣 5G 卡。咁 YC 啦，最近都去咗好多旅行，就幫大家測試咗。咁今集第一部分啦，就會分享歐洲卡嘅測試，而第二部分就台灣卡嘅測試啊。後者嘅速度啦非常之強悍啊。咁一事不宜遲，正式開始啦。首先介紹 Before Travel 嘅歐洲卡啦。咁包括一系列嘅歐洲國家，就好似英國啊、法國啊、德國啊等等，但今次就淨係測試咗瑞士嘅。咁關於呢張卡啦，就提供3至到60日嘅選擇，支援 5G 網絡啊，而瑞士啦就用呢間電信商嚟提供服務嘅。而下一張會測試嘅卡啦，就 Before Travel 台灣卡啊，就中華電信 5G， 舊年測試過一次啊，咁今年再測試，望一望個分別有幾大啦。下一件事啦，就今次所有電話卡都可以選實體卡啦，又或者 eSIM 版嘅，咁收費同埋服務內容都相同，就無需擔心。喺進一步分享之前啦，咁大家都可以用翻我 Before Travel 網店優惠碼，就獲取翻 discount 嘅。廢話少講，立即入戲肉。第一部分有瑞士測試啊，做翻剛才嘅 Before Travel 歐洲 5G 上網卡測試時間啦，就上個月即係2026年嘅2月啦，一共啦就做咗6次測速啦。咁大家見到喺蘇黎世嘅機場啦，來回都各自做咗一次啊。咁下載速度啦都拎到100 Mbps 以上，最佳成績就係184.18 Mbps 嘅，而上載都 keep 到30幾 Mbps 左右啦，都足以應付一般正常嘅使用。而其餘嘅測試啦都係低於100 Mbps， 但係全部啦都 keep 到喺80 Mbps 以上，咁一般使用都幾夠做噶啦。而去到比較偏遠啲嘅滑雪場啦，喺郊區啊冇乜建築物都可以做到雙位數嘅下載嘅。至於台灣嘅測試，同上次一樣，又係去咗台北啊。咁當中啲地方啦都有重疊，大家都拎翻舊年2025嘅報告做翻個前後對比嘅。咁簡單啲講啦，整體成績係理想過剛才嘅瑞士啊。咁大家見到啦，大部分成績都拎到3位數嘅下載速度，做3次上載做到過百嘅，係非常之唔錯嘅表現。而最高下載啦就錄得180 Mbps啊，係中山嘅車站，而最佳上載仲可以去到163 Mbps， 就係迪化街。咁講真啦，喺香港平時用 5G 上台 plan 都好少拎到160 Mbps 嘅上載速度。而右手邊試驗拼貪啦，比舊年2025嗰陣啦都有好顯著嘅改善啦，全部都係60 Mbps 以下。咁以漫遊數據卡啦，所以兜線翻香港嚟講已經係非常之好啊。咁對於個網絡表現啦、網絡體驗啦都有進一步嘅提升。而最差下載速度啦，就桃園國際機場啦，就只係45.3 Mbps 嘅下載速度。但係除此之外啦，全部下載都係3位數噶啦。咁有興趣啦，就 hold 住度慢慢睇，慢慢研究翻啦。話咁快就完成咗今次嘅測速分享啊！雖然內容啦就好緊湊，但一口氣就同大家交代晒歐洲同埋台灣嘅測速結果。咁唔知道大家點樣睇 Before Travel 嘅表現啦？用過朋友都歡迎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翻你嘅使用心得。最尾啦都非常之多謝 YC 啊，喺咁短時間就幫我哋完成咗2份嘅測速報告。咁最後都再補充多一點啦，今次2張卡都係無需實名嘅，即開即用，咁都非常之方便。咁最後啦，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你幫手俾 like 今條片，訂閱翻 Man 空踢嘅 YouTube Channel，like 埋 MH Telecom 嘅 Facebook Page。嚟緊啦，都有更多旅遊測速等緊你。咁當然啦，都要訂閱翻我哋正台嗰邊就 Man 空踢嘅。咁嚟緊都有好多大陸啊、澳門嘅測速報告係會即將送上噶啦。